皇上有旨，宣易欢姑娘侍寝。臣女易欢，谢皇上恩典。清晨的风吹入花，落入尘世的繁华，还迎来卷风沙，恨不过一生的牵挂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你爱照我心，掀起迷雾，留下无悔的情愫。李公公，李公公，我要换的衣裙在哪儿啊？易欢姑娘，侍寝是不能穿任何衣服的。你要是沐浴完了，就请出来，我们为您裹上红绸，然后呢，就抬去皇上的寝宫。不能穿衣服啊？对，就连任何首饰都不能戴。那你别进来啊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你们出去！不行，必须由我们亲自给你裹好红绸，顺便检视一下易欢姑娘的身体皮肤状态，看看有没有突发的瑕疵，以防止易欢姑娘夹带其他的物品。那哪行啊？男女授受不亲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先出去，等我穿好了叫你们。敬事房太监主要负责皇上和后宫所有嫔妃的房中之事。易欢姑娘入宫之后，难道就没有学习过吗？学是学过了，但我现在不是还有点不习惯吗？这你们易欢小主，你居然会轻功！我爹啊是武将，所以从小呢，我跟他学过一些。哦，公公啊，我也知道这宫里的规矩啊不能破，但是有的时候，咱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？我进宫之前呢，我爹给我留了许多提起钱，明天我好好重谢三位公公，怎么样？好吧，那只此一次啊，下不为例。知道了。这哎，那个公公，我把那个丝巾拿一下，我的丝巾，我的丝巾，我的丝巾！哎，公公，易欢姑娘，别说丝巾了，一根丝线都不能带。我的丝巾，公公，我的丝巾！
易欢姑娘啊，一会儿皇上可就来临幸你了，可千万不要忘了之前学过的规矩哦，好好的侍奉皇上。嗯嗯，好，挂帘子。这。原来这就是皇帝的寝宫啊！也不知道龙小弟究竟和康熙那个小皇帝说好了没有？猪哥哥给我准备的丝巾没有了，万一这小皇帝临时起了色心，假戏真做了，那可怎么办啊？完了完了！猪哥哥要是看到我穿成这个样子，肯定会气个半死。要不趁这个小皇帝还没来，我赶紧溜了吧。万一那个小皇帝怒了要砍我的脑袋，那龙小弟肯定会帮我求情啊。你要去哪儿啊？你谁啊？除了朕，还能有谁啊？你是皇上？你是皇上，为什么要戴面具啊？啊，朕喜欢在临幸后宫嫔妃之时，玩一些有情趣的小游戏。臣女易欢叩见皇上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不必那么拘束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原来您这么和气啊！我一直……不，说错了，臣女是臣女。没关系，这里没有外人，朕允许你自称我，这样说起话来才更自在。对了，你刚刚要去哪儿啊？我刚刚觉得这屋太黑了，我打算出去找几盏灯，拿回来点一下。朕在就寝的时候啊，喜欢光线暗一些。皇上！您别把最后一盏灯也吹灭了，我怕黑。别怕，有朕呢。微臣李建清叩见厉贵人。李太医免礼。谢厉贵人。有劳厉贵人。你看起来好像在发抖啊，很怕朕啊？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这屋子比较冷而已。哦，你穿的这么少啊，难怪会冷。要不然这样，你到朕的龙床上躺一会儿，盖着被子暖暖身子。哦，让我上床，这小皇帝果然没安好心。我突然不冷了。那就让朕抱抱你，替你暖暖身子。你果然很怕朕啊！可是朕听龙三说过，你的胆子一向很大，你在他面前提起朕来，那可是从来都不怕的呀。
皇上，我不是怕你，我就是怕你离我太近了。咱不是说好了的吗？朕和你说好了什么呀？不是我跟您说好的，是龙三跟你说好的。您忘了，咱们这次只是将计就计，您假装宠幸我，为了博取鳌拜的信任啊。今天晚上的事情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朕确实是和龙三定下了这条将计就计之策。只是这漫漫长夜，何苦虚度？咱们也不必演戏了，就让朕真的信了你。再说了，这全天下又有哪一个女子不想做朕的女人呢？皇上，这天下女子也不尽是贪图荣华富贵之辈啊。对大多数女人来说，她们与其与这个后宫佳丽3000争宠，不如找到一个白头偕老、心心相印的有情人。那唐代鱼玄机就说过呀：“易得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”朕自13岁大婚以来，还从未有人跟朕说过这样的话。皇上，您生气了？你不会砍我头吧？你当朕是杀人狂魔吗？动不动就随便砍别人的头。你这句话非但没有激怒朕，反倒更加激起了朕的兴致。我看咱们也不必苦苦做戏了，就让朕真的信了你。待共度良宵之后，朕便封你做贵人。皇上，你觉得如何？皇上，皇上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启禀皇上，奴才见到殿内没了灯光，又有打斗之声，还以为来了刺客，所以赶紧进来护驾。刺客？什么刺客？哪有什么刺客？没有朕的旨意，谁也不许进来。这……好了，别再动手了。再动手的话，真把你当刺客，你这颗脑袋就真的搬家了。你哭什么呀？皇上欺负人！朕怎么就欺负你了？是你先对朕出的手啊！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在朕的龙床上对朕大打出手，只怕也是古往今来第一个敢在龙床上对皇帝大打出手的女人吧？皇上强词夺理，明明就说好了，还强迫人家，人家不想反抗，反抗还不让，反抗打不过人家就吓唬人家，哪有这样的？朕有你说的那么不堪吗？好了，别哭了。要是被外边的太监给听见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朕欺负你一个弱女子呢。那皇上你离我远点，我就不哭了。你让朕远点，朕就远点，那朕岂不是很没面子？龙小弟，你在哪儿啊？你还说皇上是个正人君子，结果皇上就欺负一个弱女子。来，好了，别哭了。哎，朕不跟你这个小女子一般见识。去找太医院的当值赵方抓药，我还要留下来给厉贵人扎针。是。你去烧壶热水，一会儿我要替厉贵人更衣。是。雪师妹，大师兄，太好了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怎么会呢？你们师兄妹好好聊一聊，我在外面替你们把风。你找什么呢？我想找个手巾擦擦脸。
这龙床上哪有手巾啊？朕也不想传太监打扰我们。哎，你又想干嘛？放心吧，朕不会动你的。朕堂堂天子，一言九鼎，给你擦个眼泪。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亏龙三还说你是他的老大。哎，他是现在看到你哭得跟鼻涕虫似的，还不笑话死你？其实我在龙三面前好多都是吹牛的，我没有他说的那么勇敢，我也没有多少江湖阅历，我也从来没被哪个登徒子轻薄过，何况是被全天下最有权势的轻薄过，我能不害怕吗？朕听出来了。你是拐着弯儿骂朕是个好色轻薄的登徒子是吧？臣女不敢，臣女没这么说。皇上，臣女能不能请求皇上一件事啊？说来听听。您能不能别把今天晚上的事儿告诉我龙小弟啊？如果你告诉他的话，以后我就没脸在他面前充老大了。哎呀，朕又不是长舌妇。不会告诉他的。哎，不过朕保全了你在结拜兄弟面前的形象，你要怎么答谢朕呢？皇上，您可是全天下最有权势的人，也是最有钱的财主，您就为这么点的小事儿勒索我一个身无分文、身无寸缕的小女子啊？又是朕的不是啊！你怎么说来说去都是朕的不是啊？什么声音？是我肚子叫。我今天晚上实在太紧张了，所以没有吃晚饭，现在特别饿。朕想起来了，你最大的爱好就是吃。龙三跟朕说过，你现在在替朕办差，朕也不能让你饿着肚子。说吧，想吃什么？谢皇上，我想吃烤鸭、炸虾丸子、蒸乳酪，还有黄焖小羊排，还有素八碟、珍珠翡翠羹、水晶包子、豌豆黄，再加一壶桂花酿。哎，皇上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呀？这个是龙三跟朕说的。龙三跟朕说呀，你们两个头2次见面的时候啊，你都在跟他抢吃的，朕听着有趣儿，所以印象也就特别深刻。这个龙三，以后再也不理他，怎么把我什么都告诉人家？朕可不是人家，朕是皇上。来人，掌灯，传膳。倾城，你进宫的这些日子以来，过得还好吗？我不得不离开你们这些亲人朋友，来到这个活死人墓一样的紫禁城，和成百上千的女人争奇斗艳，来取悦我们最大的敌人。你说我能过得好吗？对不起，倾城，要你冒名顶替舒婉欣进宫的方案，我本来是不同意的。可这是6位师父一致的决定，我也无力反对。大师兄，你不必自责。就算你反对，我也会主动要求进宫的。毕竟我们这些在明珠谷长大的孩子，没有一个人能为自己活着。就连单纯任性的小师妹，不也阴差阳错的进了宫吗？是我太无能了，还要让你们几个女孩子冒这样的风险，忍受这样的侮辱。今晚，易欢也要被召去侍寝了，也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。饱了。吃好了？谢皇上恩赐。撤掉吧。这
看你吃东西啊，还真是有趣儿。你一个女孩居然能吃得这么香，你这小小的肚子里，到底是怎么装得下这么多东西的呀？要论得上吃啊，这朕的整个后宫，无人及得上你。哎呀，那是他们装的。因为您是皇上嘛，他们在军前得注意自己的礼仪，所以要压制自己的食欲嘛。孔圣人也说过呀，人生3大乐趣，食、色、性也。所以呢，这个美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。说得对。食色是人之本性，现在食之乐趣你已经享受过了，要不要再享受一下色之乐趣啊？看来这个色狼皇帝还真是狼心不死啊！哎呀，要是猪哥哥给我的丝巾在就好了，让我骗他闻一闻，就能让他乖乖睡着了。哎呀，这一夜良宵还剩一半啊！你要不要到朕的龙床上休息一下？哎呦呵！你又想干嘛呀？皇上，吃太多了，我撑到嗓子眼儿了，我想运动消化一下，可以吗？行。要是连这个朕都不准，那朕岂不是很不懂得怜香惜玉啊？你既然想消食，那就请便吧。谢皇上恩典。色狼皇帝还真是耐心啊！看来是打定主意要吃了我总不能就这么运动一晚上吧？这可怎么办？累死我了！你累了啊？那要不要到朕的龙床上休息一下？哎呦，皇上，我可能吃坏肚子了，我肚子特别疼。刚才吃了好多杂七杂八的，特别疼。现在你肚子疼啊？那要不要朕传个太医给你瞧瞧？那不必了，我只要回自己的房间睡一会儿就行了。既然你都要躺在床上休息，那为什么要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呢？朕的龙床一样可以休息啊。我这可不一样啊！我肚子疼，我可能会拉肚子。我在您这儿拉肚子不合适，是不是？我得保持在您面前的仪态，所以还是让我回去吧。你要是真吃坏了肚子想方便，那朕的寝宫里面也有金泥桶，你用吗？我方便在您这儿？哎，不合适，皇上，您可饶了臣女吧。人食五谷生百病，吃喝拉撒那都是正常的事情。要是连这个朕都接受不了，岂不是有违人伦？哎，你别紧张，要是真吃坏了肚子，你就在朕这儿方便，朕不介意。你看着我干嘛呀？黔驴技穷了，是吗？这个色狼皇帝想吃了我，门儿都没有。哎，有了，我可以骗他行酒令，我灌醉他。为什么又不说话了？是不是又在想什么花招啊？哎，皇上，咱们玩耍骰子赌酒吧。这样，咱们赌，如果你赢了，我就听您的上龙床；但如果你输了，您就让李公公送我回去。怎么样，敢不敢赌啊？这倒是挺有趣的，还从来没有人敢跟朕耍骰子赌酒的。好，朕就依你。来人，上一壶酒，再加2副骰盅。哎，等一下，上一坛酒。皇上要喝酒，咱们就喝大的，杯算什么呀？咱们用碗喝怎么样？好，那朕就看一看你的酒量到底有多好。什么？对啊，我以前被召去侍寝，都是这样的程序，这是清宫特有的规矩。
任何事情的女人都不能幸免。那易欢，现在岂不是很危险？大师兄，你先别担心，小师妹机智聪明，她自有办法应对。易欢虽然有些小聪明，可她毕竟年少单纯，又毫无应付男女之事的经验，而且这是在宫里，她要面对的不是普通的男人，而是掌握天下生杀大权的皇帝。大师兄，你身份特殊，千万别冲动啊！不行，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，我要想办法去离乾清宫最近的地方，万一出什么意外的话，我好及时出手相救。如果事情真的到了那一步，那我和师父只好放弃潜伏的任务，大家一起杀出紫禁城。不行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你们千万不能暴露身份，否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你跟六师父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潜伏在紫禁城里，找到关系到大业成败的铜匣，还有金钥匙。我先走了，你多保重。大师兄，为了易欢的清白，你可以不顾生死，而我呢？我在这里以身试敌，你对我就只有歉疚吗？皇上不好意思啊，您输了，喝酒，喝。皇上输了，接着喝。又输了，来，我给您满上，咱们再来一局呗。不要，皇上，不要，真不要。去哪儿啊？这酒还没喝呢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哎呀，让我看看皇帝长什么样。让我看一眼，让我看看皇帝长什么样。让我看一眼。易欢姑娘，李公公，皇上已经安寝了。易欢姑娘，请回吧。可是我还想再待一会儿。皇上已经安寝了，易欢姑娘还是回去吧。我还没看见皇上长什么样呢。哎，这就扛走了就。哎呀，再让我看一眼呗。哎呀，可是我还没看见皇上长什么样呢。哎呀，你怎么小气呢？小气小气！李公公，今天多亏了您了，拿着吧，拿着吧。易欢姑娘，你可真是大方啊！今天我看皇上对待易欢姑娘，比封了正位的娘娘还要特殊。易欢姑娘日后一定能够飞黄腾达。多谢李公公啊！这假如以后皇上再传我侍寝的话，还得有劳李公公多多照顾。小小诚意，小小诚意啊！等我以后飞黄腾达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好说，好说。易欢姑娘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快歇着吧。好嘞，好嘞，我走了。公公，这儿有没有方便的地方？咱家带你去吧。哎呦，那有劳公公了。原来这个李公公就是鳌拜埋伏在皇上身边的内线。
那他肯定早就得到了鳌拜的指示，所以才会不动声色的关照。别怕，是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朱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那康熙有没有碰你？我刚才去见了倾城才知道，原来这宫中给皇帝侍寝，居然要脱光，再由太监用红绸裹着送到龙床上。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我没，哎呦，我当然没事了。真的没事？听倾城说，侍寝的时候连一根丝线都带不进去，我给你的蒙汗巾肯定也带不进去吧？那你怎么应付的？我就不信，那康熙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他会不动心吗？他刚开始是有点动心，对我有点动手动脚的。不过我后来跟他提龙三了，我说我们这是假戏，不能真做。后来他就没怎么样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朱哥哥，你要是再怀疑我的话，那我可生气了。对不起，欢梅，是我错了，我相信你就是了。这次是我太大意了。如果那康熙再找你侍寝，我得赶紧想一个法子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哎呀，朱哥哥，你先别着急嘛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我才发现，原来这个李公公就是跟鳌拜勾结的内奸，怪不得李公公今天这么照顾我呢，肯定是鳌拜提前跟他打过招呼了。原来李公公就是鳌拜埋在康熙身边的棋子，此事万万不能让康熙知道。为什么呀？如果我们跟龙三说了，让他汇报给康熙，不光龙三能立功，还能得到好多奖赏。我们可以拿着这些钱去买好多东西，分给谷底的兄弟姐妹啊。欢妹，你又犯傻了。我们这次来紫禁城，可不是来敛财的，我们的目的是要挑起康熙跟鳌拜的内斗。你想啊，如果我们帮康熙除掉了鳌拜埋在他身边的一条蛇，这对于我们来说能有什么好处？对，你说的对，那我明白了。哎，叶哥哥跟樊姐姐怎么样了？刚刚得到他们的消息，他们已经跟踪到了吴应奇的车队，正在想办法下手。我们在宫里的计划还挺顺利的，希望叶哥哥跟樊姐姐能顺利的找到1号金钥匙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早日平安的团聚了。我先走了，早点休息。折腾了一晚上，也没看到那个小皇帝长什么样。他长什么样呢？你觉得如何？皇上，嗨，我管他长什么样呢，反正不过就是一个风流流氓鬼。呸！不管了，睡觉去了。这次押送有利地的遗物进京，吴应奇并没有派兵大张旗鼓押运，而是让手下的兵士全部都假扮成镖师，押镖进京。你看见了吧？那人叫石青红，是吴三桂手下最骁勇善战的副将之一。我记住了。不过我们跟踪车队这几天，吴应奇一直躲在车上不肯露面，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啊？应该不会吧？我们在平西王府的内线是亲眼看着他护队出发的。只不过传闻，这个吴二公子一向深居简出，性情内向。这快下雨了，一会儿他们想必也要躲雨。前面有一处凉亭，不如我们先去守株待兔，看看这个吴应奇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角色。走。
前面有座亭子，咱们到前面避避雨，休息休息。没想到吴三桂这个大汉奸的儿子，居然长得一表人才。二位，赶快离开这里，我家二公子要在这里休息片刻。哼，这位镖头，这亭子又不是你们的私有之物，更何况是我们兄妹先到，你们后来，凭什么赶我们出去？哎，石镖头，不得无礼。既然大家都在一个亭子里避雨，那么大家都是有缘人。这个亭子这么大，我们各站一边就好了。这位兄台，麻烦你也把剑收一下吧。石镖头言语莽撞，我替他向二位赔个不是。二公子，请。原来这吴二公子是个儒雅书生，那就容易对付了。这个龙小弟怎么回事？还不来？气死我！老大，哎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！待会儿被人看见了，咱俩都有麻烦。我问你，为什么让我等那么久啊？哎呀，你还说呢？要不是昨天晚上你把皇上灌多了，啊，今天我值班，他没醒的话，我能擅离职守吗？哎呀，那个小皇帝啊，真不行，非要跟我喝酒玩骰子，我几下直接倒了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赌遍全乡无敌手啊！他能玩得过我吗？直接被我撂倒。小弟明白了，这个老大不仅武功比小弟高明，这别的本事也比小弟高明。那是，不然怎么做你老大呀？来啊，来，啊，过来，说句话。臭死了！怎么浑身酒味儿啊？没有吧？我有酒味吗？我早上漱口了呀。昨天晚上偷着喝酒啦？对啊，我跟我几个好兄弟在喝酒，又在拼骰子，输了不少钱呢。我输了多少啊？反正啊，这大半年的俸禄是没了。老大，你可得帮帮我。放心，我是你老大，你是我小弟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回头老大教你几招，保准你把钱全都赢回来，怎么样？真的？那当然。老大，你是不是所有赌术都会啊？
也不是啦，毕竟老大也是个小姑娘嘛，小姑娘家家的，又不能经常往赌场里跑，是不是？是，老大还是个淑女嘛。差不多吧。不行了，小心，慢点啊，慢点啊！哎呀，姑娘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！快起来！我儿媳妇回娘家探亲，路上不小心动了胎气，现在天上又下着雨，前面5里地就是接生婆王婆婆家，你能不能把马车借我用用？那马车不是我的，是这位公子的。您帮帮忙吧。石镖头，要不然把马车给他们，让他们去找接生婆吧。不行，万一这女子要是在半路生产，岂不是弄脏公子的车？石镖头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更何况区区一辆马车算什么？快去吧。不行，出门的时候老爷吩咐过我，要我务必保证您的安全。可是眼下这2位一看就知道是来路不明的江湖中人，我不能离开公子半步。石镖头，他们2人一看就是面善之人，况且和我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怨，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这样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公子，万万不可！万一这娘子要是真在您的车上生产，您可就沾了血光之灾，惹来一世的晦气。哎呀，公子啊，我求求你了！你快起来！公子，求求你了！这位镖头，我和我妹妹都是猎户出身，我妹妹的脸只是小时候不慎被熊瞎子给抓伤了，所以才不得已戴着面纱。可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平民百姓，不然这样吧，我同你一起送着婆媳去找接生婆，只留下我妹妹和你家公子在这庭中，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？这个办法好。石镖头，事不宜迟，你们赶紧去吧。也好，二公子，你自己多加小心。好在押送镖车的伙计们随后就到，要是真出什么意外，记得及时发送求援信号。好了，赶紧去吧。哎呀，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的大恩大德。来，快起来！老太婆无以为报，只有以后多为你烧香祈福了。来，这个您拿着，路上有。谢谢。你跟我走，剩下的兄弟们留心点。慢点啊！慢点啊！何时天会晴？雨后的世界比较安静，听爱情的声音，在思念湖畔回声记忆，轻颤一波，曾经拨弄我的心，久久不能平静。梦何时才会清醒？醒来之后只想看你的眼睛。我在黑夜等你的黎明，我在这里，你在哪里？思念无来及，今夕何夕？许过的愿还留在天边，心里的白发又平添。过一天一年，多谢公子。姑娘，我看这雨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，伞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那就多谢公子了。姑娘，请。不知你们兄妹2人是要赶往何处？我们兄妹2人准备前往京城投亲，只是这一路上路途遥远，
盗匪众多，不知能否平安到达？不瞒姑娘，我这一车货物啊，也是赶往京城。若你们兄妹二人不嫌弃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路同行。那就多谢公子了。在下吴应奇，家住昆明，敢问姑娘芳名？我姓叶，双名倩影。叶倩影，这名字真好听。老大，跟你说一件事儿。接下来呢，皇上为了掩鳌拜耳目，会接着找你侍寝。昨天晚上，皇上是不是对你还算客气啊？别提了，那个小皇帝简直就是个风流色鬼，刚开始还想对我动手动脚的。老大，那你没被吓哭啊？哼，怎么可能啊！我是老大，武功高强着呢。后来我就跟他喝酒玩骰子，锵，小皇帝倒了。老大智勇双全，小弟佩服佩服。还好吧？哎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骰子。老大教你几招，准保把你昨天输的钱连本带利赢回来。但咱可说好了，你赢回来的钱得和我一半对分，知道吗？没问题，5分。这还差不多。真疼啊！这下万无一失了。什么万无一失啊？皇上。没什么。皇上，您要是想安寝的话，我就下去，您躺在这龙床上，然后1个时辰以后，让李公公把我抬回储秀宫就行了。朕还不到2更天呢，朕还不想睡觉。说吧，今晚想吃一些什么？不瞒皇上说，昨天吃太撑了，结果今天积食一天，什么都吃不下。你要不要朕选个太医给你瞧瞧啊？不用了，宣太医又得吃药，我这从小到大吃药，我都害怕了。我看你这活蹦乱跳的，也不像有什么病症，为什么从小到大要吃药啊？我不有一个头疼的隐疾啊，这病起来吧，简直要人命。我爹呢，从小给我找了好多郎中，所有郎中都说无药可治，只有一个郎中说可以治，但是他说的是个偏方，而且这个药引实在太难弄了。什么药引这么难找？你告诉朕，朕给你找。谢谢皇上，还是算了吧。算什么算？快说。这个药引就是龙珠。龙珠？什么是龙珠啊？就是皇上的眼泪啊，是您的眼泪啊。不过您是皇上，您是天子，您怎么可能为我流泪呢？那这就有点难办了。说实话，朕从小长大，除了8岁的时候，父母双亲轰逝以外，还从来没有掉过眼泪呢。没事儿，这只是个传说，
奴婢都不放在心上，皇上就更不用当真了。您这是干嘛呀？昨天晚上朕输得一塌糊涂，所以啊，朕今天想挽回个面子，你敢不敢再跟朕赌一把酒啊？可以啊，不过到时候皇上输了可别赖账啊。你放心吧，朕虽然有色心啊，但是更有毒品。你说什么？那个李公公长得跟我一模一样。不错，我已经吩咐奕欢，让他万万不能告诉龙三，李公公就是鳌拜的内奸。那他叫什么名字？李德福。李德福，他的耳朵后面，他的左耳后，是否有一颗黑痣？不错，义父，你怎么知道李公公的左耳后有一颗黑痣？真的有颗黑痣吗？义父，你怎么了？德福，德福，没想到，义父，没想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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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还活着。义父，他还活着，而且他还进了紫禁城，当了大内总管。义父，这李德福李公公，他就是我的孪生兄弟呀！什么？李公公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弟弟？不错，我们两兄弟本是陕西贫寒农家之子，我叫李德禄，我的亲弟弟就是李德福。李定国是我成年以后自己改的名字。10岁那年，家乡遭了病灾，我的父母就死于乱兵之手。我和我这个孪生兄弟就成了孤儿，颠沛流离，不知所居。啊，糟了，是抓丁的，快跑！那边有2个人，给我抓住他们！是，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弟弟，你藏好了。哎，哥哥，你去哪儿呀？我去引开他们。不行，哥哥，爹娘临死前说过，要我们兄弟俩永远都不能分开。爹娘不在了，你就应该听我的。现在到处都在打仗，我们2个要是都被抓了，就都活不成了，那咱们李家就真的绝后了。哥哥。为了保护我弟弟的命，我拼着自己的性命不要，去引开军兵。后来，我被张献忠的部下掳走了。张献忠见我体格健壮，就将我收作义子，从此跟着他南征北战。而我这个弟弟，我苦苦的追寻找了他多少年，却始终下落不明。我本以为他早已经不在这世上了，可是没想到，他居然进了紫禁城当了太监，如今更是成了鳌拜的爪牙。义父，要不要跟他挑明身份，让你们兄弟相认？不，如果你跟他挑明关系，那你跟奕欢
就暴露了。我这个兄弟失散了这么多年，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样的人，我是一无所知。他是否还顾念着跟我的手足亲情，我毫无把握。我们不能冒这个险。好，那我暂且不动声色，慢慢观察，慢慢找机会去试探他。哦，对了，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易欢，他个性冲动，不怕他沉不住气。义父放心，孩儿知道分寸。你又说了，来，喝。干嘛？朕都愿赌服输了，你还想来仗啊？有鬼！什么鬼？这好奇怪啊！皇上，你今天掷骰子的手法怎么变得高明起来了？昨天掷骰子10把当中，你最多只能赢3把，可是今天却跟我不相上下了。朕今儿个下午找了几个会玩骰子的侍卫学了一下，朕是天子，天资聪颖，学什么东西一学就会。可是你这掷骰子的手法，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是不是龙三啊？果真是他，他居然把我传授给他的独家秘籍传授给皇上了。哎，你不要管龙三了，你虽然是龙三的老大，但朕可是龙三的主子。朕要是问他什么，他就必须得据实回答，这让他做什么，他也得如实做。皇上，龙三可是个老实人，您可千万别欺负他。你这么关心他？我在我们这一辈当中是年龄最小的，所以呢，好不容易当个老大，而且他这个小弟还特别的崇拜我，我当然得维护他、保护他了。行，朕知道了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朕就不欺负他了。不过，你拿什么来感谢朕呢？皇上，您现在特别像我认识的一个姓周的乡绅老头。这姓周的乡绅老头长得跟朕很像吗？长得不像，做事风格像啊。这个乡绅老头之所以能发家呀，就是因为算盘打得精明，瞅准时机吃拿卡要。李欢呐，李欢，你又拐着弯的骂朕。臣女不敢，是皇上昨天说的呀，不会因为一句话就变成砍人头的狂魔，所以臣女才开了个玩笑嘛。哎呀，皇上，臣女出身卑微，是一个野丫头，又缺乏父母的管教，所以什么事儿都不懂，没法伺候您。要不然您现在让李公公来接我，让我回储秀宫吧。哼，朕明白了，你想激怒朕，然后让朕把你送走是吧？朕不上你的当，快点来接着赌。咱们说好了，你要是输了，可就得上朕的龙床。现在不输不赢，来！天哪，再这么赌下去，他的技术越来越娴熟，我的输面就会越来越大，这可是大大的不妙啊！皇上，您想让我赌也可以，不过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你说说看。我一直都不知道天子长什么样，能不能把您的面具给摘下来啊？朕这几天上火长了几个火疖子，不便见人。难道他真的长得很丑，不好意思让我看？皇上，您看咱们也喝了好多酒了，要不然咱们先去您那龙床上躺会儿呗？上朕的龙床？你就不怕朕占你便宜啊？不怕呀，皇上一言九鼎，肯定说话算数嘛。那可不一定啊。朕虽然是天子，但是朕也是个男人。哎，你不是很怕黑吗？有皇上在，奴婢就不怕黑。不对，
有鬼！哪儿来的鬼啊？你不是一向很害怕朕的亲近吗？啊，朕知道了，你一定是想出了什么新招来对付朕，对吧？哪有啊，皇上，我怎么闻到这屋里有一股香味儿啊？香味儿？朕的龙床上哪有什么香味儿啊？倒是你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清香。皇上，皇上，咸猪手，不对，咸龙爪。不对啊，我这么着急拉铃干嘛？先看一看这小皇帝长什么样，一直戴着面具，得多丑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皇上已经安歇了，小主该回去了。等一下，哦。来，昨日在雨中，多亏吴公子侠义相助，否则那婆媳二人性命难保。我们兄妹且待那婆媳二人敬吴公子一杯。不必客气，在下也不过是举手之劳。哎，石镖头，不如跟我们陪饮一杯。走镖途中，我从不饮酒，不过二公子倒可以开怀畅饮，恕在下难以奉陪。真是尽忠职守啊！带回到家中，我一定替你多多进美言。多谢二公子。二公子，我兄妹二人再敬你一杯，多谢二公子容留我们一同进京。倩影姑娘，你实在是太客气了。我们昨日不是共同在雨中救助那产妇吗？还一同见证了一个新生命的到来，这是多么难得的缘分！来，干来！几位客官，赏点钱吧。给。谢谢客官。几位客官，小女子卖艺不易，赏点钱吧。拿去吧。谢谢这位大爷，谢谢这位大爷。爷，等会儿，爷给你这么多钱，是让你陪爷喝酒的。来，陪爷喝一个。我不会喝酒，我真的不会喝酒。敬酒不吃，吃罚酒啊！来，喝一个啊！公子爷，喝吧啊！使不得呀！公子爷，公子爷，公子爷，我这孙女啊，我们就是卖艺，不陪酒啊，把钱还给人家。赏的银两，我们无福受用，您收回吧。我呸！本大爷打的赏，能往回收吗？你个瞎老头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不但让你的孙女陪酒，晚上我还让她陪我过夜呢。使不得！去你的！爷，过来！你管他干什么你？过来吧！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民女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哟，这位姑娘，别看蒙着面。仔细一看，还挺水灵的嘛！啊，不错，正好他还没。石镖头，注意分寸。那不如这样吧，卑职明白。你替他陪大爷玩。留着干什么？给我杀！快走！老人家，
快起来！那些坏人都已经走了。哎呀，这把琴呢，跟了我50年了，没想到今天毁于一旦了。老人家，您将古琴给我看看，说不定我能修好。啊，公子爷，你会修琴？实不相瞒，在下自幼学琴，所以对于修琴也略懂一些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，那有劳您了。老人家，这琴已经修好了。公子不光琴艺高超，修琴的技艺也了得呀！太感谢您了。不敢当，前辈您过奖了。这个龙小弟又迟到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教训你。老大，你又迟到啊！昨晚战绩如何？幸不如使命。我呀，把前晚输的连本带利都讨回来了。你这一半。哎呦！不错呀，哎呀，还好你给我钱，最近正急着用钱呢。老大，这皇宫里边有什么能用得上钱的地方吗？哎呀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这皇宫里啊，处处得用得上钱。昨天我要不是用钱收买了李公公，那老大我就惨了。昨天怎么了？皇上不是早早的就睡了吗？哼。那个小皇帝啊，色狼得很，怎么可能啊？得亏啊，我哥哥给了我一条进过蒙汗药的丝巾，我偷偷带在身上，进入了寝殿，把那个小皇帝给迷晕了。要不然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你居然把皇上给迷晕了！这件事情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你哥哥还有李公公那2个净室房的太监都是死罪。嘘，这件事除了我还有我哥哥，就你知道。别人都不知道，不许跟别人说。老大，你不应该告诉我，陷我于两难。如果我跟皇上说了，那就是对你不义；如果不说，那就是对皇上不忠。我又不是去害皇上，我是为了自保。哎，你可别为了你的主子皇帝出卖我啊！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那我可就跟你割袍断义了啊！老大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也太任性妄为了。要不是我在皇上面前说你好话，你有几个脑袋也早就掉干净了。好了，那我不也是一样吗？如果我不是为了你，我怎么可能听鳌拜的话要入宫呢？虽然我武功不高，但是我轻功可以，我可以逃跑吧？我不都还是为了你吗？行，就冲着老大对我这份情谊啊，我说什么也要在紫禁城里面保护你的安全。但是咱俩可说好了，你可不能做什么太过分的事情，尤其是不能伤害皇上，要不然的话，连我都保不住你，明白吗？放心吧，其实我这个人吧，挺怕死的。
再说了，我怎么可能连累我的龙小弟呢？还是老大够意思。这脑袋长得真像鸡蛋。嘿嘿。老大，这2个晚上和皇上相处下来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这小皇帝嘛，有点风流，有点色，但人还是不错的。对我吧，也挺宽容的。最主要的是，他酒品跟毒品不错。我跟你说啊，看一个人，如果他的酒品跟毒品都好的话，基本上这个人也不会差到哪儿去。还从来没有人这么评价过皇上。要是皇上听到了，肯定会觉得很有趣儿。啊，我跟你说的可都是私房话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我知道，我们俩之间的小秘密。耶！师姐，一会儿行动的时候，我去对付石青红和他的手下。吴应奇看起来好像不会武功，就交给你了。交给我？对，擒贼先擒王。只要我们制服了吴应奇，逼他交出永历帝的遗物，就一定能找到1号金钥匙了。然后呢？杀了他。为什么要杀了他？他虽然是吴三桂的儿子，却也是个心地善良的谦谦君子啊。吴应奇必须死。他死了，1号金钥匙也不见了。吴三桂和朝廷之间必定会相互猜疑。可是，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，会不会太不择手段了？师姐，不要忘了我们的大业。要做大事，就不能有妇人之仁。我的衣服和丝巾呢？宜欢姑娘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去皇上的寝宫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李公公，我放在这儿的衣服跟丝巾呢？宜欢姑娘，反正也用不着了，我就让宫女们都拿去清洗了。别呀，我还得用那条丝巾呢，李公公。你懂的。宜欢姑娘，你在说什么？咱家听不懂啊。不过你在进宫之前，你爹爹应该教导过你啊。进到宫之后呢，要少说话，守规矩，你应该明白。李公公，您不会是把我那条丝巾故意拿走的吧？侍寝的时候啊，什么都不能带，这是宫中的规矩。所有人呐都要遵守。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。都给我精神着点儿，提高警惕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仔细着点儿。哎。上人！
尽管有变，除了我们，还有另外一帮人也在暗中行动。他们已经在后院里跟护标的侍卫们打起来了。他们是什么人？不清楚，不过他们和我们的目的不同。他们好像只是要劫镖。吴英奇的车队里，除了永利帝的遗物，还有很多送给京城权贵的礼物和云南特产，都是很值钱的东西。他们就应该是普通的江湖劫匪。如果他们只是劫财，那咱们可以不管。可就怕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永利帝的遗物也劫走了。是啊，眼下的情况，只能我们先出手帮他们推敌。好，你先去那边，我在这边想办法弄醒吴应奇，让他说出永利帝的遗物在哪个车上。好。倩影姑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吴公子，有一帮盗贼正在劫镖，我哥哥已经去协助拾镖头了。我看你在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担心你有什么意外，所以就赶过来看一下。劫匪人多势众，怕是不能保全所有的财物。不知你那几车货里有什么是需要我们重点保护的？有一车货，万万不能有所闪失。我的头好痛。吴公子，那帮劫匪不仅劫财，还要放火烧了这客栈。我先扶你逃出去吧。好。来。住手！住手！诸位好汉，你们不过是为了求财，又何必赶尽杀绝呢？我这几车货物装的全都是值钱的金银珠宝，你们尽可以带走。不过我这最后一车货物装的东西虽然不值钱，却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你们把这些金银珠宝带走，把这箱给我留下，如何？丞相，二公子，让他们走。钱财不过乃是身外之物，又何必多造杀孽呢？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姑娘，怎么办呢？今晚没了司机，哎呀，李公公这个家伙，肯定是识破了我的丝巾有迷药，怕他干洗。皇上，你别过来！丫头，要是没前2个晚上你对朕的算计，那朕也就饶了你。可是是你背信弃义在先，你可别怪朕对你不客气了。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算计你了？是不是龙三跟你说的？这个死龙三什么都跟你说了，我再也不理他了。你就别埋怨龙三了，要不是他的话，朕岂能容你这么胡闹？哎，停！干嘛呀？你还想跟朕比试武功啊？行啊，那朕就陪你比试比试，而且朕答应，绝对不叫外面的侍卫帮忙。等一下，皇上，您知道为什
么臣女不愿侍奉你吗？你跟朕说，易得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，难道你有心上人了？没错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，而且这个人皇上也认识，他是龙三。龙三？他不是你小弟吗？话虽然这么说啊，但是男女有别嘛，我怎么可能心里真的把他当我兄弟呢？而且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他了。皇上，如果您要硬抢的话，那我只好为了龙三守节一死了。你肯为他去死啊？没错，皇上，龙三可是您的心腹啊，这古来圣明的皇帝都不可能抢夺自己手下的女人的，而且还会有意成全呢。再说了，您后宫佳丽3000，何必为了我这一个小小的秀女而伤了龙三的心呢？那你怎么知道龙三也喜欢你啊？我虽然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喜不喜欢我，但是我敢肯定的是，我在他心里一定占了很重要的位置。叶姑娘，叶姑娘，你等等！吴公子，你别追了，这3更半夜，荒山野岭的，实在是不安全。我不怕，我担心你。姑娘，你本是行侠仗义的江湖儿女，武功高强，勇敢善良，可是内心却不该如此的脆弱。况且一个人的容颜再美，也会逐渐老去。我们应求心之快慰，而不是因为皮相上的一点小瑕疵，就郁郁寡欢。姑娘若是不嫌弃，就用我这手帕稍微遮一下吧。多谢公子。姑娘，其实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却是那么的精致，你根本不必在意的。多谢公子温言开解，只是你不明白，我最在意的并不是这脸上的伤痕，而是……我明白了，其实你真正的伤痕源自你的心里。姑娘，您如果相信我的话，不妨对我直言相告，我愿与你一同分担。我这脸上的伤，是9岁那年落下的。那天，我妹妹缠着我，非要我陪她到山上玩。快跑！我能明白你的感受，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你的爹爹没有先救你，而是救你的妹妹。这说明在你爹爹心中爱你妹妹比较多，这不公平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不是我的亲妹妹，而是我爹爹收养的。那我就更能理解你了。你一个9岁的小姑娘，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，都没有选择独自逃脱，而是回去救你的妹妹。
这足见你的勇气，也足以见得你多么爱你的妹妹。哪怕她不是你爹娘亲生的，你所耿耿于怀的，不是你脸上的伤疤，而是你在那一刻才知道，原来在你爹爹心中，你妹妹的位置竟然比你这个亲生女儿还重要。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。谢谢吴公子，这么理解我，让我说出了藏在心中这么多年的心事。其实，我平时就不敢想，一想我就会恨自己。你居然会嫉妒你妹妹，你不是应该为妹妹的平安而感到高兴吗？你为什么要如此的心胸狭隘？这不是心胸狭隘，而是人之常情。我相信，除了圣人，每一个人处在你的位置，都会感到难过，感到悲伤。我也一样。谢谢公子理解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好受多了。其实，我爹爹是一代名医，他有个秘方，能配出冰肌血肤膏，治好我脸上的疤痕。只可惜，那些药材太过于珍贵难得，所以才一直没有配出来。都需要哪些药材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说不定我可以帮到你。公子能找到那些珍稀的药材？实不相瞒，我乃是平西王府的二公子。哎，我们平西王府的药库啊，比之皇宫里的药库也相差无几。原来，公子是平西王府的小王爷啊！公子身份显贵，我只是跟着兄长浪迹江湖的贱民，和公子地位悬殊，还妄想和您做朋友，实在是高攀了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难道忘了，我们昨日在雨中一起营救产妇，而今晚又一起抵御劫匪，共历生死，这是何等的情谊啊！你如果再提什么身份贵贱，那岂不是俗气了吗？想不到，小王爷也是性情中人。倩影姑娘，你如果真的拿我当朋友啊，就不要再叫我什么小王爷了。何况我也是庶出，也没有资格继承我父王的爵位。我看干脆啊，以后我们就直呼其名，好不好？那以后我就称你二公子。哎呀，快点！石镖头，二公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刚才腿受伤了，根本就追不上你们。叶少侠也找你们去了。我没什么事，刚才不过是陪倩影姑娘在外面散了散心。啊，今天多亏倩影姑娘和叶少侠相助，不然我这一车货怕是保不住了。公子不必多礼，我们既然有缘同行，就是朋友，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。不知那车货装的是什么，竟然比那些财宝还珍贵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只是出于好奇，如果不方便回答，就当我没问。嗨，也没什么不能说的。这车货物啊，是我奉旨押送的前明永历帝遗物。二公子，石镖头，事到如今，如果再遮遮掩掩的话，那岂不是太不够朋友了吗？本来啊，我父王打算派200精兵护送我前往的，但是我嫌因此会惊扰沿途的百姓，所以便伪装成运镖的，低调行事。可是没想到，还是碰到了劫匪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敢再贸然前行了。就快进入山西境内了，我也只能派人通知山西总兵书记，让他派人护送我进京。公子体恤百姓，实在是令人感动。
不过，就算是今晚出了意外，刚才那些劫匪也只是看中了财物，如今剩下这一车，在常人眼里看来，并不值钱的东西反而安全了，又何必再惊动当地的官府呢？倩影姑娘说的也有道理。公子，万万不可呀！这车货虽然不值钱，但毕竟是朝廷下了明旨索要，就一定有它特殊的用意。万一再出了意外，不仅卑职性命难保，只怕还会连累到公子，甚至王爷。所以，万万不可再大意，还是尽快通知舒总兵前来护送的好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这帮劫匪个个武功高强，不像是乌合之众，倒和我们一样，像是经过特殊训练的。我虽然之前练功走火入魔受了内伤，但对付几个劫匪不应该如此吃力，而且他们的身份很是蹊跷。但他们却只是劫财，对吴应奇押送的永历帝遗物却一无所知。石青红已经连夜派人去通知山西总兵舒建，恐怕过不了几日，就会有大批的人马前来护送。到时候，你我再想下手，恐怕就难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先下手为强，趁着天色还没亮，石青红又受了伤，杀了吴应奇，拿到金钥匙，这样就可以挑起朝廷和吴三桂的内斗。这，叶师弟，你这内伤还没好，而我也不想滥杀无辜。哎，不如我们换一个办法。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这吴应奇是个文弱书生，毫无江湖经验。今夜我们帮他击退劫匪，他已把你我当成朋友。我想继续接近他，从他口中套出金钥匙的消息，悄无声息地把金钥匙拿走。这样也好。只要我们拿到了1号金钥匙，朝廷一定会以为吴三桂故意隐匿不交。如果朝廷能把吴应奇留在京城，甚至再杀了他，那比我们暗杀他的效果要好上很多。不过，吴应奇虽然看起来是个文弱书生，恐怕很难对付。你有把握套出他的话吗？我试试。刚才我看你逃走，吴应奇居然不顾一切、奋不顾身地追了出去，看来他很在意你啊。哎呀，叶师弟，你别乱猜。以他的身份，怎么会在意像我这样的女子啊？师姐，我知道你平时有些自卑，所以沉默寡言，也不愿意跟我们这些师兄弟亲近。其实你脸上只是有一点小伤，其他都无可挑剔。在我们大家心中，你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姑娘。我看得出来，吴应奇对你很有好感。你何不就此机会，兵不血刃地拿到金钥匙呢？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你干嘛不理我呀？为什么要理你啊？我们明明说好了，不许把我们之间的秘密告诉那个色狼小皇帝，你为什么要告诉他呀？老大，我冤枉啊！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你以为你前天晚上用丝巾迷晕皇上，皇上他没有起疑心吗？你昨晚上要是故技重施的话，皇上发现了，你这小命就难保了。所以啊，我才去找李公公，让他把你的丝巾给收了去，还在皇上面前替你百般求情。没想到你反过来还怨我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你说的真的假的呀？那当然是真的，我们俩是拜把子兄弟，我会骗你吗？昨晚又喝酒了？没有，嗨，我哪能天天不务正业的喝酒赌博呀？我是啊，昨天晚上一个人在房里边高兴，自己喝酒呢。呀，发生什么喜事了？说来听听。昨晚你回了储秀宫以后，皇上把我给召了过去，把你跟他说的话都跟我说了。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他了。皇上，如果您要硬抢的话，那我只好为了龙三守节一死了。所以，老大，你跟皇上说的都是真的，对吧？
我是怕皇上假戏真做，所以我才骗了他。龙小弟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！你只是骗皇然？是啊，你想，如果我不把你拿出来当挡箭牌，那皇上肯定会吃了我呀。那你对我？我对你，我们当然是好兄弟了。你是我小弟，我是你老大嘛。怎么了？你生气了？不是生气，也许你就是情窦未开，说了你也不懂，或者是你根本就是在装傻，所以不论我怎么说，你都会装着不懂。我们两个不是一直挺好的吗？我们俩是兄弟，这样相处，不是也一直挺好的吗？那是以前，那是我还以为你是个男人的时候。可你现在呢，就是一个明艳动人、活泼可爱的女子，我怎么把你当成同性兄弟看待啊？龙小弟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其实从小就许配给人家了。所以你很爱那个人是吗？为了他，你连皇上的临幸也不要，对我更是不屑一顾。也不是啦，我们两个从小就定下来的亲事，我跟他从小青梅竹马，他呢对我特别好，我也挺喜欢他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我对他的喜欢是不是你们说的那种男女之情。我看得出来，你现在说的是真的。那是不是不论如何，不管你待他的情感怎么样，你最终都会嫁给他？我的未婚夫曾经很富有，很有权势，但是后来他们家衰落了，他一心想着要成家立业，先成家再成亲，所以我得一直等着他，我不能嫁给别人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但是皇上信以为真了，他跟我说了，为了照顾我的感受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不会再找你侍寝了。真的？哎呦，龙小弟太好了，多亏了有龙小弟，要不然都没有人在这宫里罩着我了。所以在你心里，对我这个龙小弟的印象，至少比皇上好了很多，是吗？那当然了，咱们两个属于一见如故。这要是皇上跟我拜把子呀，我才不跟他拜呢。皇上怎么可能跟你拜把子？皇上他是一国之君，不可能跟你拜把子的，更不会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也是，其实皇上挺可怜的。你说皇上可怜？对啊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说。他是皇上，一国之君，可是呢，没有人会把他当成真心的朋友的，也没有一个女孩会真心的喜欢他。但是你不一样啊，你虽然不是皇上，可是你身边一定会有很多真心的朋友，也会有很多女孩真心喜欢你的。也许是吧。倩影姑娘，要不还是我和你哥哥骑马，你坐我的马车吧。哦，吴公子，还是我骑马，你坐车吧。这是什么话呀？哪有让女孩辛苦骑马，而我坐马车的道理呢？妹妹，吴公子的一番好意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请，来，我扶你。宣皇上口谕，封秀女易欢姑娘为答应，入住永和宫。谢皇上恩典。都起来吧。哟，
哟，玉欢，你这一连侍寝3日，我们还以为皇上多宠爱你呢，没想到就封了个品阶最小的答应。答应就答应吧，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。哼，易欢姑娘，您也不必失意。皇上自亲政以来，还从未一连3日召同一人侍寝，这足见皇上对易欢姑娘还是与众不同。虽然只是暂时封了个答应，想必是易欢姑娘有什么地方惹皇上不高兴了。皇上只是稍稍惩戒一下，只要易欢姑娘能够吸取教训，想必皇上还会有恩旨的。谁要讨好那个色狼皇帝了？我才不在乎什么品阶呢。永和宫是雪姐姐的住处，小皇帝阴差阳错的把我安排在了永和宫，比让我当皇后独居中宫都好。易欢姑娘，永和宫的住处已经收拾妥当了，随奴才前去吧。有劳李公公。真想不到，皇上正巧把你安排在永和宫，这下咱们姐妹俩可以日夜相伴，互相照应了。就是啊，我本来特别讨厌那个小皇帝，结果他这么安排吧，我现在都不讨厌他了。又开始任性了。六师傅，反正现在人都出去了，你赶紧做吧，哪有徒弟坐着，师傅站着的道理啊？欢儿，这是在紫禁城里，不是在咱们明珠谷，这里可没有什么师傅徒儿，这里啊，只有这丽贵人、欢答应和雪嬷嬷。只要记着这一点，你的言行才不会露出破绽。记住，要尽快适应这宫中的生活，谨言慎行，一切以完成任务为重。徒儿记住了。看你还在自称是徒儿，这要是被宫外人看见，宫里人知道了，你会惹出大麻烦的。哎呀，嬷嬷放心，欢答应啊，只是还没有适应她的新身份，我会慢慢教导她的。谢谢丽贵人啦。哎，说真格的，这清宫规矩要正3品以上才有资格做1宫之主，入住正殿。眼下我还只是个正7品的贵人，所以只能住嫔殿。不过啊，好在这个永和宫就只有我一个小主，省去了和其他嫔妃混住的许多麻烦，这也算是皇上对你我的优待了。不过徐姐姐，都说伴君如伴虎，你在宫里陪着皇上，是不是特别辛苦啊？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，再辛苦也不值一提。李公公，李公公安好。你是那个太医院新来的李太医吧？正是，卑职乃陕西榆林人士，刚入太医院不久，还望公公多多关照。好说好说好说。哎，你刚刚说你是陕西榆林人士？正是。听公公的口音，也是陕西人吧？哼，咱家也是陕西榆林人士啊，入宫几10年了，没想到在宫中还碰到了老乡。看来卑职跟公公还真是有缘，不仅是同姓，还是同乡呢。不知公公老家在榆林何处啊？咱家在榆林皂角村。那真是太巧了，卑职老家也在榆林皂角村。哦，公公家里都有何人呢？说不定我还认识呢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咱家进宫已经30多年了，那个时候家乡闹兵祸，我的家人都被张显忠的部下给杀死了。卑职不小心触及了公公的伤心事，实在是抱歉。无妨无妨。李太医，你是咱家在这宫中遇到的第一个同乡，又都姓李，这说起来，咱们500年前还是一家人呢。你放心吧，咱家日后一定会多多照应你的。多谢公公。一个人的容颜再美，也会逐渐老去。我们应求心之快慰，
而不是因为皮相上的一点小瑕疵就郁郁寡欢。姑娘，其实你只是一侧的脸颊有一点小小的伤疤，可是你的五官以及轮廓却是那么的精致。谁？是我，吴应奇。倩影姑娘，这么晚了，没打扰你休息吧？哦，请进来坐。啊，我就不进去坐了，以免被好事之徒看到，有碍姑娘清誉。哎，对了，我看昨日你的行李被劫匪烧毁了，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些衣衫服饰，不知姑娘可否喜欢？多谢公子。那时候不早了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公子，你的腿怎么了？说来也惭愧，许久不骑马了，蹭破一点皮儿，不碍事的。啊，那明天你乘车，我骑马吧。那怎么行？姑娘的肌肤肯定比我的更娇嫩，哪有让姑娘骑马的道理啊？那明天我们一起乘车。公子的腿伤，等好了之后再骑马也不迟啊。这恐怕不太方便吧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公子，你不是说过吗？你我是朋友，如果再在乎那些身份贵贱，就未免太俗气了。那同理，只要我们心无邪念，又何必在乎男女之别和他人的口舌呢？姑娘倒真是洒脱，倒是我太拘泥于礼法了。那就先这样，我告辞了。李太医，快拿上你的药箱，随我去永和宫。厉贵人刚刚在御花园遇刺了。什么？还好没有伤及要害，他的伤我已经处理过了，只是因为失血过多，暂时还昏迷不醒。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大胆，居然敢在御花园行刺后宫嫔妃？今夜，皇上召见厉贵人，去御书房下棋，下至半夜才让他回来。这皇宫这么大，咱们这么找，等于是大海捞针。最好能够想办法弄到皇宫中宝库的储藏名册，查到铜匣放在什么地方，或者是赐给了什么人。我正想尽快结交大内总管李德福呢。等一下，好像有人在跟踪咱们。好像是两个男人，而且他们的呼吸很重，应该武功不高，但是他们的行踪诡异，只怕不怀好意。当时为了不暴露身份，我们既不能施展轻功，也不能反抗，而只能借着巧劲避开要害部位。但他们的目标似乎只针对厉贵人。救命啊！有刺客！我装作凑巧滑倒，把其中一个人推进了池塘，另一个人还想继续行凶。幸亏有巡夜的侍卫听到呼救声赶了过来。有刺客！救命啊！别跑！救命啊！刺客往那边跑了，往那边跑了！抓刺客在那边！站住！别跑！究竟是什么人？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？没有，但是想要擒住这个人不难，可惜
我们不可以暴露我们自己的武功啊！会不会有人识破了倾城的身份？不可能，如果识破了身份，他们不应该暗杀我们，他们直接揭发我们就好了。这2个蒙面人能够逃过宫里的搜索，应该就是这宫里的人，而且还一定有地位。今夜的行刺，一定是受人指使。能在这宫里买凶杀人的人并不多。鳌拜，可是鳌拜有什么理由要对倾城下手？等等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觉得，其中有一个蒙面人的身形和眼睛甚是熟悉，有点像李公公。李公公，这样就没错了。李公公就是鳌拜埋在康熙身边的奸细。多半是鳌拜觉得倾城挡了奕欢的道，所以才让李公公暗杀厉贵人。等我明天去见见鳌拜，探探情况。大师兄，倾城，你醒了。大师兄，估计还没有醒呢，他只是在说梦话。六师傅，让倾城撤离紫禁城吧，我们换一种方式寻找童霞。不行，倾城入宫以来，他已经成功的得到皇上的宠爱，他现在又很用心的结交内奸，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拿到皇宫宝库的储物名册，查到童霞的下落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怎么可能功亏一篑？可是让他一个人留在紫禁城里，委身是敌，实在太危险了，也太委屈他了。个人承受的委屈和痛苦，比起国破家亡来说，根本就不值得一提。太子，如果你执意优柔寡断、儿女情长，岂不是让整个联盟的数万义士寒心吗？厉贵人的伤势已经处理好了，李太医辛苦了。那微臣先告退了，回头微臣再煎一副治伤的药来。李太医慢走。李太医，欢大爷。李太医，我随你去太医院给厉贵人取药吧。有劳欢大爷。朱哥哥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听见雪姐姐在昏迷中喊了你的名字。这应该只是凑巧吧。人在虚弱的时候，总是很容易想起自己的亲人了。可他最亲的人是六师傅啊，但他喊的是你的名字。朱哥哥，你不会迟钝到连雪姐姐的心思都不知道吧？欢梅，别开玩笑了。我没有开玩笑。以前在明珠谷的时候，我跟雪姐姐也同枕共眠过。我不只听过她一次喊你的名字。你知道吗？雪姐姐喜欢你是悄悄的，不敢表露出来的。欢梅，有些事情，就算我们心里明白，也不要说破，因为除了带给大家尴尬、扰乱大家的心神，没有任何的作用。你只要明白，在我朱慈轩的心里，只有你李易欢一个人，其他人对我来说，都只是朋友，还有亲人。听你这样说，我更加为雪姐姐难过了。那种暗恋的绝望感，雪姐姐一定很痛苦。你不要再说了。咱们这群明珠谷长大的孩子，尤其是我，在没有完成明珠谷的大业之前，不要说是幸福，连痛苦的资格都没有。
倩影姑娘，我送给你的衣服，可还合你心意？都很好，不仅质地好，做工也很精致，也很合身，有劳公子费心了。那你为何不穿呢？这旅途之中，风尘仆仆的，我舍不得。倩影姑娘，擦擦汗吧。停！二公子，什么吩咐？找一个幽静之地，让我们避避暑。等热浪过去之后，我们再走。卑职遵命。撤！撤！我快输了。倩影姑娘不仅武艺高强，连棋也下得这么好。我虽出身寒门，可在乡邻里有很多隐居的奇人异士，他们都很热心，经常会教我们。所以，无论是琴棋书画，还是武功技艺，我们都略会一些。原来如此。在这改朝换代之际，总有一些不肯食新君俸禄的前朝高人，宁可隐居山林，传道授业。这样既可以独善其身，又兼济天下，真是令人佩服。吴三桂虽然现在权倾天下，但谁不在背后骂他是卖主求荣的大汉奸？可是从吴应奇的话里，似乎能听得出来，他对他父亲也有些不满啊。公子，你这话要是被令尊平西王听到了，怕是有些不妥吧？的确，若是在我父王面前，我确实不敢如此放肆。可是，在姑娘面前，我却可以放下一切，畅所欲言。想不到姑娘也如此妙解音律。妾也是听到公子琴声优美，一时兴起，献丑了。这首《凤求凰》，我不知弹了多少遍，可从未有过今天这般尽兴。姑娘配合的箫声恰到好处，这首合奏真是痛快，痛快。
石将军，想不到二公子的琴弹得这么好。我家公子琴棋书画无所不精，只可惜他不会武功。不过有石将军这样的高手坐镇，想必他也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我家公子最喜欢弹的就是这首曲子。不过在下是个粗人，戎马一生，不懂音律。哎，叶少侠，你可知这个曲子是什么曲子？此曲名为《凤求凰》，乃司马相如所作。相传，他曾经以此曲得空向卓文君示爱，最终俘获了卓文君的芳心。是吗？没想到叶少侠自称猎户出身，竟然如此博学多闻。哈哈哈哈哈！石将军说笑了，在下可算不上博学多闻，只不过临湘有一个私塾先生酷爱古琴，我有幸听他抚过此曲罢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兄妹二人表现不错，这是这个月的大补丸。请大人放心，卑职兄妹一定会竭尽全力报效中堂大人。这个厉贵人伤势如何？他受了重伤，经卑职用心医治，才算保住了性命。不过他失血过多，尚需调养。其实，你不必这么费心地医治这个厉贵人。卑职不太明白。皇上一连3日宣奕欢进殿侍寝，最终也只封了他一个品质极小的答应。随后，皇上一连几日宣厉贵人作陪，用不了多久，这个厉贵人便会再次升迁。像这样一块绊脚石，留着他有何用啊？大人的意思是，厉贵人舒婉心，是山西总兵舒建的独生女儿。这个舒建是索尼一手提拔的亲信，这个索尼素来和老夫不和。好在几年以后，索尼病老而死，但是他那一派的势力，仍是老夫在这宫中一大阻碍。所以老夫认为，说什么也不能让舒建的女儿受宠。那这次厉贵人遇刺，自然是老夫安排的。这2个宫中的内线，武功虽然不高，但是对付一个弱女子，应该是绰绰有余。结果还是失手了。听内线回报，说这个厉贵人表面上惊慌失措，其实却是成功的避开了要害，好像会武功。这个厉贵人出身于武将世家，会些简单的功夫，也未尝不可能。所以要找一个更好的办法，要不露痕迹的解决掉这块绊脚石。你是一个聪明人，用不着老夫再教你怎么做了吧？大人的意思是，要卑职借着治伤的时候下毒，万一被人发现了，卑职只怕性命不保啊！你尽管去做，有老夫在，自会保你周全的。卑职遵命。好多了。真是奇怪，厉贵人已经遇刺好几天了，可是这皇上只派人过来慰问过2次，自己却从来没有亲自过来看望他。这皇上不是很宠爱厉贵人的吗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宠又不是爱。皇上年少风流，后宫嫔妃众多，他不会把我真的放在心上的。就算康熙不是真的喜欢你，但鳌拜居然敢勾结内侍，行刺后宫的嫔妃，这对于他的君王权威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衅，所以康熙绝对不能容忍。他不来见你，一定还有别的原因。我虽然入宫不久，也没能见过康熙，但我能感觉到，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皇帝。大师兄，还是让小师妹尽快去找龙三吧，告诉龙三，鳌拜就是行刺我的幕后主使，试探一下康熙的反应。自从龙三知道
欢妹之前对康熙说的都是些谎话之后，龙三似乎就生气了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连欢妹给他发出的约会信号，他也都是置之不理。也许不是龙三置之不理，而是他正奉了康熙的命令，在忙着调查我遇刺一案。我看，还是让小师妹主动去联系他吧。这是挑起康熙和鳌拜争斗的绝好机会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好，我听龙三说过，他经常在御书房当差，我让欢妹去试试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他。